小弟讲了好。来杯水果哦。水某啊，嘿，今日透早哦，生理真正足好啊。嘿啊。我要去补一寡货，等下就转来啊，好不？好，啊，你快点去，快点转来。好。谢你哦。好。我说是，嘿，你要去补货啊？对啊，我要去补货啊。哦，啊，你敢有开车？对啊，我等下就是要开车去啊。那呢，你敢袂当顺手载我去？哦，应该有顺路啦吼。有啦，开一台车安尼嘛，较节能省碳，较环保嘛。对，咱就做伙去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我甲我讲一声哈。哎，我刚公司去补货哦，好，啊，电话你过一下哦。好，联系你哦。好。头家，人我想要食一碗面，你敢袂当帮我送过来？好，无问题，稍等一下哈。说你，啊，你放遮就好啊啦。哎，林小姐，这碗面吼，就像我的心共款烧滚滚啊！啊，你等一下聊聊食哦，紧食吼，趁烧。我知啦，多谢你啦。啊，这吼是面的钱，你看，我甲钱哦包甲安尼啦，啊内底哦有一张小秘密，你吼啊常常看就知影我的心意啊。哇，足赞的。哎，我真是多谢你呢。免啦，免客气，免麻烦你，今仔就歹势。免客气。啊，对啊，拄则钱财无够，我去甲我人摕钱来行李哈，等我一下。哦。哎，等下。我等来啊。哎，啊，拄则哦，钱财无够啦，爱行互我先生。哎，你别冲啊！我要摕钱行李啊。啊那啦，来啦，哎呀。哎，哪有这啊？哎呦，那哎，咱钱桶里面哪有这啊？这啥？奇怪呢。这啥？金做哎，这啥啊？这不是要烧互迄种好兄弟的？无啦，买伫个钱桶啊！头家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这一定要细腻处理，若无吼，恐惊你的行李会愈来愈歹。嗱，你莫黑白讲啦。就惨。别，莫黑白讲，迄囡仔人咧黑白变东变西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啊，前几工阮翁去补货的时阵吼，一出去就一两点钟，啊，等下腰酸背痛，讲伊足忝的要去休困，敢毋是卡着音啊？我莫黑白想啦，无啦，有代志？无啦，啊，无啦。照你安尼讲，咱才有可能真正无清气哦，因为阮某嘛是共款。安怎？你讲安怎？伊逐工出去哦，嘛拢是一两点钟才转来。哈，嘿，阿妈棍迄拢红红的，敢若互人四过共款，足恐怖的呢。什么啦？你即摆是咧讲什么啦？啊，就天气伤热啊！我这是过敏啦，翁讲啦，你看，安尼尔嘛，无什么代志啦，哎呦！啊，毋是啊，哪有人过敏，连骹头拢红红的？我敢有咧？车呢？我敢无啦，无这种代志啦！你是好，你莫讲我啦，我想到啦。啊，既然大家拢是厝边隔壁，又是晒遮久啊，我想到一个办法当解决啦。什么办法啊？迄就是大皮姜。大皮姜。哦，讲人搞大家紧参拜。哇！拜。大皮姜很灵验哦。这个是超无用的，千手观音啦！啊，紧拜。就观音就忝的呢。去了什么？足熟的。无人来哦，大片是拢坐直升机来哦。你想呢？我走去倒来囤一个用手伫遐咧捧。哎哟，公主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迄最近吼，请假，啊，我搁叫地老师吼，迄电老师啊，嘿啊，迄个地老师啊，伊的速度吼，受慢对袂掉啦，只好我一个人来等绝招啊，但是公主你看。为着你的威严啦，吼，我专工做一个千手一指，无叮当的，有啦，嘿，我的拳
滚卡了。吼，要紧要慢拢会使。你若我胖，我拢看别位先。喂，看待。好啦，算你是个有心啦吼。啊，迄个是娘，迄个电老师你尽量莫甲麻烦，伊也机会啊哈。哎呦呦，大皮狗啊，大皮心，大皮心，唔是，我俩做你的名叫大皮狗。买使讲无紧，恁两对对啦对啦，恁庙口排水沟大对啦对啦看你管你面色安尼怪怪，啊是今仔是什么？是我欠恁钱无用了，代志大条啊啦， 100万无用了。唔是，代志是安尼啦，啊啊，着阮翁啊，讲啥物吼，卡面某，叫等问书嘛吼，系啊系啊，来问书，阮才有 SOP，哦，啥物？办书三宝。好，来。哦，头哎呦巾，哎呦哎呦，哈，哦，我以为是绑眼睛，关录音，是关录音啦。你要起价啦哦。啥物？啊，这是啊什么？哎哎哎！哦吼！来，大皮鞋了，杠杠。嘿，拎起来哇！我有准备来，来，哦，够这，好，来，你讲快点。什么代志讲来？哎，我是想要请教一件代志啦，就是因为我甲吴先生去补货啊，啊钱早无够，我就该借钱，啊等下了后要摕钱还伊，结果发现我的钱筒内面竟然有这张啦，啊这唔知影是啥物意思，啊惊讲哦是毋是会互阮呢影响到我的行李安尼？想讲7月半都已经过啊，哪会有这种物件？你讲的是这张嘛？系啊，一般啦，这款顶管有3个叫做经衣。伊普渡进行的先拜普渡讲了后，爱烧先烧经衣甲白钱，为免过经衣爱先烧呢？因为你准备的贡品有偌济，你爱邀请偌济好兄弟仔来。你也唔知影，你经已烧100张，啊，结果烧10张，结果来100个，你无够其他只。啊，但是这张我无共款，这是用金纸落去画衫裤，有淡薄仔意义伫个，你可能有烫衫的感觉。烫衫，像要烫衫，来，过来，啥物就问题？奇怪。诶，大皮星，阮某大概出门倒来以后，迄阿妈棍拢红红的，啊，敢若互迄人去数粒吧，赶快数掉。我想知到底是啥物问题啊？啊对啊，还有我大皮星，阮翁去补货转来了，拢软糊糊，讲伊足忝的，爱休困，是毋是阮兜有啥物歹物啊？迄卡着啥物无清气的物件？这位太太，嘿，你若要讲阮翁等下拢软糊糊，你若讲身体软糊糊，哦，别人会想去别位去哦。啊，毋过拢软糊糊啊，是像甲像去补货。像伊去补货啊，补货，会啦，阮翁合因某啊，今仔日是我嘿啦嘿啦，我是去补货敢若今仔日定等来先讲钱无够，对，所以要摕来斗，对，才去发觉到这张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然后一个若出去了，等来就规身躯软烧烧。这查这因太太等来就是遐用树甲袂输田嚟去厝着咧红一拍，哎，华语叫做种草莓，哈，贵宾对不对？骹头有那红尔，有当时乌青，是不是？对，哎对，足准呢。对的。无聊，有了，啊是安怎啊？诶，大皮心啊，喂，啊你安尼看起来咧有诶，敢若诶，我唔知要安怎讲呢？啊，无你就直接讲出来啊，破后面啦，互信徒拢知影是啥物意思啦。听无？好啦，我即马要讲我明，要破明，但是我都爱先甲恁两对翁仔某交代。哦，我若讲了，唔通冤家啊！哦，好，哦，这个先提早，是，你莫甲我吐啦。歹势啦，歹势。我自己收讲。什么多啊？金蕉嘿，你呀，你呀，来呀，手头这请教这个水果翁仔某，是，恁单这个是不是安尼摆？哎
都对呢。哦，看起来明显明显，这么厉害啊嘿啦，阮兜就是安尼白的啦。其实这答案真简单，啊，都伫恁的水果大头前摆的物件，都是恁的答案。阮的答案，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解释给你听。恁翁甲因某出去捕会，你迄个吼，才有一张，呀。好来，恁两个翁仔某感情问题是共款。来，红色的水果代表红，昂昂金蕉、椒梨啊、梨来啊，来呀，是副手套。这就是讲恁翁出去了后，蕉、梨、来。安呢？安尼呢？安尼拍婆啊吗？来拍婆啊，哎啦，拍婆去看演唱会哦，还是啊，都拍婆啊没？安尼个听无吗？哈呗哈呗，意思就是诶，你我无是你和伊哦，啊无你伊哪会甲你借你真的去报会钱？吗啊你是去倒位啊？哈，无你讲清楚啊！报会啊你靠肯定是去报会嘛。那你这是安怎有一万米？这是安怎有一万米？代表是袂叫你啊！我怕，啊你是不是推上？你讲，你是不是以后你嘛赶快，你嘛赶快，我去报好，莫个玩啊，莫个玩啊吼！来，像安尼吼，安尼伤空伤芳啊，一处理了，另外一半啊处理，另外一半啊伤空伤芳，想要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吼。即款诶行为实在是有两句俗语会使形容，你要看卖啦吼。第一句叫做鸟鼠入风箱，第二句叫做阿母王来到水尾了。拍破啊，鼓励！耶，拄啊，这个剧情真明显啦吼。来算啦，四点水翁仔某讲起来拢有问题啦吼。诶，啊，你无伫，我来去迄落；你无伫，我来去安怎会啊？所以讲第一句叫做鸟鼠入风箱，第二句叫做阿母王来水尾了。因为是第一句的请举手，听无？第一句对的。哦，翁仔某意见无共款，果然你两个袂合。我是你两个话有无？斗卡啊？互补，不要再讲斗卡斗卡。白小姐，因为我感觉阿母王来到水尾了，应该是足欢喜伫遐耍水的感觉，啊？所以应该是鸟鼠入风箱，感觉就走投无路安尼。你解释是安尼，你解释已经无共款。嘿，我知影阿婆王来到水尾了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哎呦，秘书是今摆讲吗？莫讲，好好，莫讲所以你经历的鸟鼠入风箱是，对，就是我是感觉是咧找芳吗？我唔知，这句我较无了解。找想芳想空，对，嘿，找芳。嘿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好，恁三个是经阿母王来到水尾了，水尾是安了。怎？其实我拢无选的，原因是伊两句我拢听无。两句毋是两句，哦，两句我拢拢听无，毋知意思。嘿，我感觉是亲门大户的意思，我感觉啦。亲门阿母王来水底了，水尾了，水底了是北位啦，水底了是咧屏东啦，你是咧？他在水尾了。水底了就宜兰啦，系啦系啦系啦，依然。啊你是该共款吗？我差不多啦，就是来遮夹做伙啦，夹做伙的意思。我感觉啊，老师拜托我了。咱先讲第一句吼，鸟鼠入风箱，风箱较华语词啦，咱台语叫风柜。风规风，人个拍铁啊迄吼，因为行路火爱热，所以爱抽的揪的揪的，所以安尼抽的揪的抽的揪的，啊两头拢有空气，对，所以鸟鼠入风箱变两头拢有空气，安尼变啊两头受气。两头受气的意思处理无好势啦，结果两边拢起冤家吼，这是鸟鼠入风箱两头受气。哦，啊第二句，因为阿母王清朝的时阵造反，阿母皇帝。哦，爱清朝派兵来对啊对到倒位，
水尾了的时阵，伊都死伫遐，所以变伊来到遐进无步，退无路，有手伸无路，有脚退无步，伊尾仔就死伫遐。所以阿母王来到水尾了，就是啥？死路一条，哎呦，死路一条。啊，两对翁仔某安尼偷来暗去吼，早晚一定会出代志。若佮继续发展落去，真正是死路一条。哎呦，毋过，这帮做参考啦。恁这个单位准备这是现代版的，古早版的是啥物？放4样果子尔，红旗、枣啊、梨啊、来啊，红旗、枣、梨来，红旗、枣、梨来。传说中民间故事是安尼啦。另外7月10啊吼，因为即马大家拜拜，有诶会讲吼，招你来，要会甲好兄弟啊招来出任，所以害足侪种果子吼，拢收成都无好，唔通我白讲，迄是笑亏啦，无참过啦，所以唔通讲7月10唔通拜招你来，哦，这千万不可吼。我觉得这样物件吼，来，给他拍拍这个。